而在禅坐之余，为了活动筋骨，于是就发展成少林寺最初的武功18手。这武功18手开创了首重悟性、次为体健、末为防身的传统。历代僧人在禅坐修持完毕、站立起来的时候呢，都用脚用力跺地，以舒展腿部的筋骨。地上石砖因为历代僧人众多，早已踏出一个个的凹坑，形成大殿之内的独特奇观。垂普堂里面有泥塑或木雕的人像，总计是200多尊，展现少林武术的缘起、发展、练功、精华套路等，不但表情生动，造型也十分有趣。由于少林寺历年的香火鼎盛，未免于宵小的觊觎，于是众僧皆勤于练武，而这也是少林功夫能够发展得如此快速的原因。但是少林寺以武闻名，是在隋朝末年帮助唐太宗李世民征讨王世充开始的。当时王世充派遣他的侄子王仁泽防守浣州城，住在博古的少林寺和尚智操、慧赐等13人乘机擒捉了王仁泽，为李世民进攻洛阳建立汗马功劳。这幅明代所绘的壁画，正是当时壮烈战争的场面，从此少林寺便以武扬名于世。自唐朝以来，少林寺和尚曾经多次应征奔赴沙场，其中以明代少林武僧抗击日本海盗的事迹最为感人。少林武僧最后虽然寡不敌众，壮烈牺牲，却也解救了当时中国东南沿海的无数百姓。近几年来，有不少世界各地的武术爱好者慕名远道而来，使得中国功夫更加蓬勃发展。这位年仅8岁的小沙弥，已经练就一身的好功夫，令人赞叹。武僧们大都自幼练武，练武的目的呢，并非逞强好斗，而在于强身。
些令人心惊的镜头，都是经过长时间磨练得来的，千万不可轻易的模仿。照理说，佛教大宗以慈悲为怀，而少林寺和尚好武，岂不是与佛教宗旨背道而驰吗？其实，在佛教的许多经典中，都曾揭出一个事实：所谓度人为善者，禅也；敬人为恶者，武也。因此，少林寺和尚的修禅与好武，从这里取得了融洽论点。千佛殿外的石雕护栏为唐朝时期的遗物，雕工精致，历经1000余年的风雪雨露侵蚀，至今仍然完好。少林寺有不少元代所流传的石碑，而石碑上所刻的记载，都是研究少林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。少林寺的全盛时期，僧众数千人，曾有僧多、碑多、禅语多、武术多的美誉。这样的场景呢，也许早已不复存在，但时代的变迁却无法改变它对中国武术所带来的深远影响，而这也正是少林寺的最大魅力。